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台湾本方总时阵一开始先关心西港外环道路建设，因为时间到达，目前进度只有3.7，地方拢相当在意。对此，监务局长回应，上紧明年3月底通车，请民众安心。另外，同款是西港议题，议员表示，20几年前西港大桥就时常传出自杀个案。根据西港消防队的统计，特别对101年到达到20位。议员形容这敢若是自杀圣地，需要求市府思考，敢是伫两边加装防护网，希望当因此打消自杀的想法。对此，市长嘛表达认同，将提案建议主管的机关公路总局。看要做防护网也好，还是要做这个像高速公路迄个隔音墙，嘛拢会使啦。只要讲会当防止这个自杀。公路总局建议，伊迄是省道啊。我拜托市长你落实一下吼。桥的部分要减少自杀咯。有的人是讲房啊，迄个透明玻璃用较悬的，吼伊爬袂起；有的人是讲下骹的迄个网啊，吼啊，我感觉这两种拢会当考虑。拢会使啦，只要有效防止减少自杀。对。议员锁定西港建设，进一步表示，为了疏解西港大桥长期以来塞车的问题，建议监务局起一座新桥，让沿线嘉义等区域迈当持续发展，来带动南科新贵来西港好徛起。南45线，吼，就是讲伫嘉义吼到阮后营吼，这段有一条南45线，一直到顺安那到溪埔岸边，这来当来做一条新桥，吼，第一呢会当来舒缓这个交通。另外呢，咱这个交通吼沿线遮吼，我能带动咱西港，包括着咱嘉义会当持续的发展。会中议员嘛关心国土计划影响到农民的权益，对此市长表示，国土计划法实施以后，若有农民的农地被限制纯农业，减少变更的机会，市府会积极协助向中央争取权益。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潮州持续修行，不过白河米价却出现过去人讲3斤米换无1包分的情形，让农民相当艰苦。所以议员张世贤透过总质询，对来检讨市府销售的管道到底销偌济，积极要求市府推销到大陆。加上当地拢已经是老人，生产力愈来愈低，嘛一并要求市府照顾老农民的生活，嘛让少年人愿意投入。对此，市长回应，农产品无排除销往大陆。农业啦，你要注重一下。你既然有在大陆有在生产，有在销路，你就对遮咱的农民，咱台南市就是有迄个米仓的其中一个这个城市，你爱大陆甲大陆遐看迄个农产品一定卖过卖，我无排除啊，我无排除啊。无排甲咱平原是咱的米仓啊。我讲咧，你进度表你爱我了解啊，随时你爱我了解啊，你到底有影无啊？你去年销偌济？你讲议员，你讲农产品啊，包括芭乐、柳丁啊、柑仔、旺来啦，拢无要紧啊，销偌济？今年销较济啦。啊，去年销偌济？我爱去了解一下。今年只要增加20-30%以上啊，迄拢会叫有统计。但是本来你就袂少啊，你要加100%嘛是少啊。敢是安尼？台南市的农业总产值总产值是可用的1倍半啦。啊是啊，是讲你去年推销出去无介绍啦，毋是无啦，你搁加1倍，也毋是介绍啦。你若讲销咧遮尔济啦，加10%就足济啊啦，爱搁加油啦，是，替咱的农民拍一个生路一个啦，是，议员接线针对前市长赖清德年来积极推广业者伫东山175线来经营咖啡店，借此行销当地观光甲农特产。不过现在当地业者却因为店内起变数，被开违章罚单。
对此议员相当不满，要求检讨。也唔讲辅导，即马着你的手内，洋炮衫，即吼拢要共开单。我开单哦。讲微商，袂使做生意性。一个吼，讲到爱好咖啡大刀，就较认真诶，大家较骨力诶，为着迄个即个做产品哦，大家较认真去推销，起诶，便所也毋共用，即摆人家会用，讲即摆讲微商，哪来开单，这有合理吗？对此，市长黄伟霆表示，需要来了解发单的事实，迈将针对175线的经济发展跨局处协调进行通盘检讨。台南新闻军及林英光采访报道。台南要成为结合文化古都以及智慧形成的国际城市，就袂使欠缺青年世代传承。台南市长黄伟霆自创年以来，大力促成各项青年政策，希望结合年轻世代想法，做伙为城市助力蜕变的新动能。为了广纳人才，特别成立台南市青年委员会，并精选青年代表加入市府团队，实现心中的梦想。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自由挚爱啊，刚刚讲体制外，自由挚爱啊，那时候林佳龙跟我们好，然后5·11台大学生日，接下来是野百合好，那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在校园内的讲公铜像啊，台湾校园内第一次在解严之后前后第一次纪念228好，在台大的校园。那个时候的我们自认为是青年，是年轻人，然后在体制外冲撞，希望能够为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这个社会留下一些什么。然后现在自己已经超过青年委员会的这个年纪了哈，那但是我们还自己觉得心里面是年轻的人来讲，我们还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很高的期许跟期待。希望说把很多年轻的意见跟年轻的对于未来对这个城市的看法也好，或者是对于未来一些政策的推动，都能够带给台南市更新或者是更扎实的一些风貌哈。青出于蓝，共创未来。台南市政府青年委员会青年代表精选时间，为即马开始一直到11月11号为止。欢迎对着公共事务、青年政策有想法的少年人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因为唔甘故乡的少年人纷纷离开，80年厝的在地青年赖正达，为了要让更较侪人认识伊的故乡做阵，退伍以后放弃知名电信公司的头路，转到入公馆社区来参与劳动部多元就业方案，推广农产品。近年来，更积极将观光的景点甲社区的资源结合，希望进一步让偏乡街头外面。在劳动部多元就业开发方案的帮助下，我来到了公馆社区，进行农产品的开发以及游程的推广。我希望我未来能在左镇推行电动脚踏车低碳旅游路线，帮助在地左镇社区串联，达到产业的推广以及吸引外地人来到左镇观光的目的。在多元就业方案的资源帮助之下，赖正达都要推广各域精面等农特产品，并且甲电动卡车业者合作，规划农村文化体验，要让游客亲历认识社区。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10几年来在地方协助多元开发方案，已经有1500多个单位提供近万个工作机会，对于地方创生、地方的发展以及我们中高龄2度就业的妇女在地方上的就业是非常有帮助。我们欢迎各位朋友有兴趣跟有机会都可以到地方上来参与。透过这款经济模式，和部落的农村为了生计，嘛和公馆社区发展协会相当的感佩，肯定这款善的循环，和少年人愿意留伫故乡发展。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在优雅舒适的美术馆气氛当中，演有心理、中医甲自然医学三个朴素的柯心华，以这本《爱向我行来》新册，对描写伊困苦当年，一直到打拼读册，留下日本，甲红赛成为第一对伫国外取得朴素回台湾奉献学术教育的经历，等于是一本自传式的回忆录。其中嘛，因为感受世代价值观的无同所引发的亲子冲突，成为伊关心的焦点。年轻的这新世代能够了解我们婴儿潮世代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生活背景呢，还是有一些之间的价值观都跟现代的不太一样，那很容易造成一些家庭或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能够透过我的生命故事，能够让 X 世代或 Y 世代或 Z 世代的人都能够更进一步了解长辈的一些过去的生活状况。多年考进甘来以后，柯心华嘛选择积极回馈社会，创办春阳协会，投入各项的爱心公益，甚至伫1999年得以新长者的艺术表演，成为拍开两化交流的第一步。对此，柯心华认为，做慈善是每一个人每一天拢会当做的，嘛是当作来到地球的修行共款。其实我今天为身心障碍朋友争取福利，你怎么知道有一天我不会身心障碍？怎么知道我们的家人不会身心障碍？所以我觉得行善是每个人来到这个地球的一个使命跟任务，所以我觉得也没有说一定要去特别的去表扬，都是很自然的去行善，很自然的去做。我们不要去做，就是不要有个人的修行不要有贪嗔痴。那对别人呢，尽量的包容，也不要去计较。事情过了就算了，就说你会活得很开心，别人很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行善。柯心华朴素的新册发表会中，土城高中校长嘛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来旁听，感受真情。从启蒙开始呢，走向这个写作，又走向医学的这个路程呢，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者呢，有很多身心障碍的学生。那么经过他这边的解释，我们才知道整个当初台湾在推行身心障碍服务的历程。任的读者读到以后呢，应该会有所感受，而且他还有在做公益工作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本书呢能够也畅销让更多的人来受益。新册发表会后，拄来伫各大册局上架，嘛有计用1000本赠送予各公益团体来传播精神美。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
台中起家的顶记和牛烧肉品牌旗下的平价牛排馆，全国第6间分店，就选择进驻台南百货商场。餐厅主打采用优质进口肉品，以及和牛卤肉饭无限量供应，吸引消费者上门。特别是业者伫台南这间店，佫推出全国独家限定的台南文体牛排，充分结合了在地的特色。这一次我们到了台南，我们也为了在地的特色，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个温体牛排的部分。但是很可惜的说，还是很限量这样子，因为温体牛取得是非常困难的。一天我们大概就会拿到1块肋眼这样子。那1块肋眼的话，顶多就大概是30份左右这样子。那我们也会希望很多外地来台南旅游的人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温体牛全新的风味。铁火牛排最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所谓进口的原肉块，然后直接冷藏的方式，直接直火呈现给大家。大家可以享受到怀旧的这个风味，但是又可以吃到进口的牛肉这样子。餐饮集团为了庆祝新店开幕，为10月30号到11月1号期间，只要来店消费连续打卡，就会当有4人同行、2人免费的大好康。爱食美食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位中东都市地震的林阿嬷，伊日前出现了日时的时阵想要困，暗时的精神较好的日夜颠倒病的状况，也佫有情绪激动的情形，这也造成伊照顾者的困扰。伫到了迦南疗养院看中以后，使用中药搭配认知促进活动，现在也会使伫日时的时阵保持清醒，暗时的时阵安静来休困，情绪也稳定足侪。我们这次的案例，林女士，她其实白天的时候就是有疲倦的状况，那晚上其实是比较躁动不安，难以入眠。那其实这样的状况的话，家人照顾会蛮困扰的那会影响到家人的日夜周期的状况。当然，我们用《黄帝内经》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白天给他补气增加他白天的一个醒觉的程度。那相对的，我们在晚上的时候给他比较安神助眠的这个中药。那借由这样的状况再搭配我们老人日间病房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促进的活动，那增加他白天的活动量，进而慢慢的把他的日夜周期给他调整回来。那当然，我们后来也证实说，我们这样的做法是成功的。那家属在照顾上面也相对的轻松许多。其中迦南疗养院的老人日间病房也提供了患者的家属真大的帮助。除了日间的照护以外，也有医生会使开药提供适龄的患者更加完善的照顾。老人日间病房是这边的欧阳副院长在民国91年申请健保通过成立。那迄今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那在这当中就是一直服务65岁以上的老人日间民众，就是包括诊断有失智症、忧郁症，甚至妄想，还有一些严重的其他创伤、脑伤等问题造成的民众，65岁以上都会住进来这个老人日间病房。那目前这一块也是健保服务的相较于其他长照2.0之下的乐活日间，那目前来说，这个老人日间病房就是一个健保之下给付的病房，所以希望民众或者其他家属有刚刚上述林先生所提到那些日间照顾困难的时候，可以多想到说还有老人日间病房这一块。未来可以好好利用，就是在平常的日间照护之外，因为这个是医生有在里面，那可以调药，或甚至会诊他科做一些疾病的处理。医生也提醒民众，如果家中有适龄者需要照顾，也会使向政府申请喘息服务，将会使减轻照护的负担。但新闻国报参报道。睾固酮是影响男性生理甲心理运作非常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是来自卵粉，如果睾固酮低下，会造成查甫人体重的增加、精神无好、性功能甲脾气变歹等状况，通常拢较后发生伫中年男性的身躯顶，也就是查甫人的更年期。基美学中心的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有类似的状况，也要提早到病院检查，将影响降到上低。临床上到底会有什么一个表现呢？其实在
一个男性他进入一个中年或者是青壮年之后，其实他陆续就是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出现。那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掉，包括说有些人情绪怎么奇怪，好像进入中年之后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有情绪低落啊，或者是情绪暴躁的这些问题。那当然男性的一个健康男性的健康我们另外一个其实常注重就是说所谓一个性功能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的勃起的一个硬度、勃起功能障碍跟他性欲减低，这些都是睾固酮低下很明显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特别要提到其中里面又有一个情况就是肥胖的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说如果一个肥胖的一个病人，肥胖它本身的一个组织，肥胖组织它本身就会容易会有那个睾固酮低下一个问题。那当然肥胖你不去运动，没有运动，睾固酮也会低下，睾固酮低下返回来又容易造成这个肥胖的一个情况，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那怎么去打破这个负面恶性循环？当然就尽早警觉到这个睾固酮低下，然后做进一步的治疗。那当然要搭配一些饮食啊、运动，那可能你的整体的男性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就会因此改善。这样。医师提醒，男性的更年期无亲像女性是发生伫月事停止以后，男性的更年期是慢慢变化，袂痛嘛袂痒，较高疏忽，但是也影响男性的健康，所以民众也要多加来注意。但新闻广播采访报道。临床顶面袂生原因有真侪种，而且男女的状况嘛无同，有可能是男方精子的问题，或者是女方卵巢退化拢会造成。台南一对结婚12冬，但一直拢无囡仔夫妻，多年来试过各种方法，包括人工生殖甲试管，不过一直拢无好消息。最后来到台南市立病院中医部看诊，才发现原来是女方的体质造成。经过中药的调理甲针灸治疗，4个月后成功有生。和这对单身夫妻感动讲，台南市立病院中医部主任张仲宏是一位神医。这12年来试过人工，试了试管，中西尽量都不好，精神跟心理上真正压力就大啊，真正医生来请我伊受苦的。这12年加感谢我太太安尼真勇敢。经过我们中医的体质去分析说，它是一个什么痰湿的体质，还有寒闭包宫的体质那我们就利用那个针灸比如说丰隆穴、三阴交穴。那在用药方面，用半夏、陈皮、艾叶或肉桂等等。经过4个月的治疗它的基础体温好像达到36.7了，那也超过了14天那两夫妻就想说，超过14天是不是来验看看因为每次验就隔天就月经来这次验竟然出现2条线。中医师表示，未生问题相当复杂，会当先照着现代医学检查，找出原因，佮再搭配中药甲针灸调理体质，设计出联合中西治疗方法来影响幸福人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